香港的人口增長，你沒聽錯。如果你覺得驚訝，那就聽住這個消息，真的很震撼。最近香港的人口竟然已經連續3年增長，這不僅讓人驚訝，也讓很多人感到困惑。為什麼大家都認為香港人口會流失，結果卻有這麼多人選擇來香港？背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你一定會覺得奇怪。香港這麼貴，生活成本又這麼高，為什麼還會有那麼多人想來？其實事實遠比你想象的複雜。香港人口增長的背後有幾個關鍵因素，不只是表面那麼簡單。首先，移民潮的增長，尤其是來自中國內地、東南亞甚至其他國家的專業人才，紛紛選擇來香港工作和生活。那為什麼選擇香港呢？高質素的教育和醫療服務，加上穩定的經濟環境，這些都成為吸引他們來的原因。這些新移民不僅提升了香港的人口數字，也為香港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多元化的文化。除了移民，香港的出生率也有回升，不再是年輕人逃避結婚生子的時代，反而有更多家庭開始生育。政府推出了一些生育津貼減稅政策，這些都有效減輕了年輕家庭的經濟壓力，讓更多人願意在香港生根。總之，香港人口的增長不僅是數字的改變，更是社會結構和經濟環境的一次大變革，為未來帶來了新的機遇。你可以想象未來的香港會有怎樣的發展呢？這些變化對你我生活會有什麼影響？準備好迎接這些挑戰了嗎？